鼻鼾搞到夫妻瞓唔好，試盡方法，用盡產品，全部都唔啱。原來踩中呢3個致命誤區。誤區1：唔做專業評估就亂醫，以為鼻鼾只係鼻塞，亂買止鼾貼、鼻腔夾等網購神器，唔查鼻腔喉咽邊度阻塞，治標唔治本，醫院都係不斷復發。誤區2：自己買呼吸機，冇做睡眠監測，唔知參數，戴住又焗又悶，瞓覺嗰陣時一轉身就甩。我戴咗2日就放棄，浪費幾千蚊。誤區3：止鼾槍，以為執到寶，開頭有少少用，之後完全冇效，錢白使又解決唔到問題。真正幫到我嘅係我去咗人樹醫療，徹底醫鼻鼾，先做專科評估，980蚊做齊 CBCT 內鏡檢查，醫生精準揾出我嘅阻塞問題，制定個性化方案，治療後鼻鼾消失，終於同老婆瞓翻個好覺，夫妻感情翻晒嚟，屋企氣氛仲好融洽。而家只需要980蚊，包括內鏡檢查、CBCT 專科面診，唔好再踩坑浪費錢啦！想徹底擺脫鼻鼾，即刻預約人樹啦！